礼拜时间到了，请安静咱的心，准备今仔日敬拜，请奏乐。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一世人称赞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我心神会满足，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颂赞你。请咱来念圣诗622首，圣诗622首。请起立。
者，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伫你圣的主日，你的子民来到圣殿，伫你宝座前，用真实的心来敬拜你、阿罗你，用感谢的心来回应你对阮的听。这是何等的安乐！而且，阮也要得到你信心的油赐，灵命的充足，为着福音来装备，来做见证，得到真实的性命，得到圣的胜利，来行入永生的道路。主耶稣基督，你疼惜老大人，伫今仔日设立上年时间的纪念主日，要使你的子民老大人活出丰富的性命，做信仰的见证，伫家庭、教会、社会中来分享给别人，来扩大主你福音的时间，用白头毛来做神的冠冕，祝福你所疼惜的人，互因得到尊荣，得到丰盛的性命。而且，你也要通过牧师的嘴来显明真理，提醒阮时间的重要性，甲参与感，互众人得到利益。阮也少年袂当来到你圣殿敬拜你的兄姐，愿你由阮看顾因，出外的得到平安。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来，继续了，我来刻兄姐来用刻用第25篇吼，刻英文第25篇也是诗篇103。我的心心啊，就称赞上主。我的心心啊，就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无久长责备。伊无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呢，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一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切使啊！伫伊掌权达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啦！一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信仰告别，咱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的告别。
我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信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日个死搁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信神，踮伫咱的中间，相似气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我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我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搁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我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忍耐甲献身的生活归于上帝。我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温素，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亡，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创造的人，互世界成个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们。来讲授上帝话，咱来看两位的圣经记载。第一位圣经的记载是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40到13节。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遍，着欢喜，着互众人看会出你的宽容。主得要来啦！嘛毋通挂虑啥物，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兄弟姊妹，总讲一句，也会建立好德行的事，也会得到称赞的事，就是一切真实的，一切通尊敬的，一切公正的，一切纯洁的，一切可爱的，一切通学乐的，这个恁拢着不时放伫心内。你对我所学习、佮接受的，着听到、佮看到的，这个拢着继续实行。安尼，赐平安的上帝就会甲恁同在。我伫主的内面非常欢喜，因为通过一段时间了后，恁对我的关心有搁不厌其烦。其实，恁有咧甲我关心，不过是无机会通表示那尔，毋是讲我无够用，因为我已经学会晓，无论伫啥物境遇，拢知足。我知安怎过散车人的生活，嘛知安怎过富裕的生活，是饱，还是枵，是有剩，还是欠缺。我已经得到秘诀，就是无论啥物时阵，
啥物所在，我拢知足。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来，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诗篇127篇1至2节吼。来，大家来看，啥若毋是上主看守，所望的人就白白敬醒。恁早早起来，暗暗甲困，拖磨趁食嘛无采工。上主所疼的人，伊互因好困。以上两位圣经，愿上帝听伊话的人。学了，咱来请圣歌队，伊要学了诗歌是耶稣调我行天路。
正道，咱来请牧师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人生的中场。日是因为平安。今仔日是咱上年的纪念主日。所以呢，咱今仔日用一个题目来甲咱三同来分享人生的中场对成功有意义。伫咱华语礼拜的时阵，大部分拢少年，拢还未达到这个年长的一个情形，拢是非常少年。所以伫咱中间，咱有少年，有中年，有年老，所以用这个题目来甲咱来分享，来探讨咱每一个人的人生过去以及咱的未来。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基督，这是特别的日，每一天，阮有你的陪伴。伫阮伫母胎的时阵，你就知影阮，你也为着阮的人生定着真侪美好的计划。只不过，自阮有时来敲揣这个计划到底是啥物。自阮所行的路，阮相信有你教阮三同行。你要用你的手，主爱的手来引带阮。有时我嘛行偏路。伊嘛用你家己的手引带阮行转到正路内面，所以阮所行的每一个阶段，有时阮跟对你，有时阮有家己的追求的梦想。上帝啊，无论怎样，阮恳求你，伫阮人生的每一站，慢慢引带阮来思考，啥物是你所引带阮爱行的正路。什么是你所定着我每一个人生？祝阮每一个阶段，重要就是有你的陪伴，安尼我会当完成你伫阮心上好的计划。上帝啊，每一时刻，迷是亲密，当阮伫面床顶的时阵，嘛帮助互阮会当来思考、来探讨，讲上帝啊，这是啥物？路是啥物？终末是啥物？安尼，伫阮探讨中间，你着指示阮所追求的，指示阮着行的路，所着做的代志。主你听阮的祈祷，透过今仔日阮的信息，搁一遍来到你面前来思考阮的人生。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一位小波呐，伊安尼讲，伊讲咱人生无幸福，也是未快乐。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伫年老的时阵，咱拢无得到咱想要得到的物件，还是目标。安尼，咱的人生无圆满，总是有感觉一寡遗憾，无得到咱所梦想的。另外一项就是咱伤早得到咱所爱的。咱的生命目标真早就已经达成，除非你有另外一个目标，若无，因为希望已经达到，就无够有希望。我会记10几年前，我捌去澳洲，然后去拜访一个家庭，这是澳洲一个内面伫较内陆吼，因为伊若是住伫海边，这个海边就感觉较有价值，伊是住伫较内陆，然后有一个农场。这个朋友呢，较30几岁，无到40岁，是香港人，所以伊真早呢，就达到人生的目标，因为做生意做电脑，我赚足侪钱的，所以伊感觉讲，我赚了这钱，我开始来享受人生啊，无到40岁，所以就去买一个农场差不多1-2甲，就所在俗，内面就饲起一个别庄，内面就饲一寡羊鹅安尼。有一伯讲，伊就讲，我内面有一只鹅安尼艰苦破病，带去看兽医，看起来兽医过爱费用偌济，敢知影？差不多2万块。大家都笑到，你遐食偌济鹅才有值2万块迄个价值伊讲无啦，这鹅是饲心色的，毋是为着要来煮来啦，安尼看一只鹅去看兽医，开2万块。
所以伊真早就达到伊人生的目标，也是达到咱正人所期待一个目标。不有，然后听讲几年了后，伫咧所在大城是太无聊咧，安尼吼，做无聊诶，所以后来伊个倒转去到香港吼，继续伊的工作，都毋知伊的迄个农场怎样。所以即个情形就是讲，伊真早达到伊的目标，除非伊搁找另外一个目标。若无时，就感觉讲，即人生伫遮实在是太无聊，这嘛是一种诶无 happy 诶所在。第三代30几岁，就对希腊一直安尼拍到即个印度。伫当时，印度对因来讲，那就是一个世界诶地极共款。所以伊发觉已经无阁会当去攻打、征服一个所在。伊全失去伊人生目标，30几岁伊就过身，所以伫30几岁时呢，伊就差不多得到当时的全世界。但是伊后来30几岁临终的时阵，对伊的部属讲：我现在已经拥有全世界，但是我现在两手空空，要归回尘土，所以将我放伫棺木内面，然后拍4个空。然后我的骹甲手拢伫棺木的外面，互人看。即个征服全世界，差不多拥有全世界的人，到伫人生少年落尾的时阵，嘛共款双手空空。咱拢知影迄个Michael Jordan，伫迄个时阵，我咧看这篮球的时阵，哇，这非常非常风云的人物。看到伊咧拍球的时候，感觉互你足兴奋。伊伫这篮球界达到伊人生的上高高峰。突然间，伊全对迄个篮球退出，安尼去做啥物呢？去讲棒球，安尼。所以呢，伊去加入一个二流的吼，毋是真好的即个棒球的团队。所以伫篮球界呢，伊是整个的焦点。然后大家真兴趣你突然隐退吼，然后去拍棒球，我就要看你棒球的表现怎样，无怎样啦，安尼。所以有当时咱笑安尼吼，叱咤风云吼，然后去拍棒球，为什么呢？安尼。伊讲是我已经伫篮球界达到我人生的高峰。不过为什么要拍棒球？因为棒球是伫我细汉时的一个梦想。我必须要去圆梦，安尼。兄弟姊妹，一个梦想，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梦想，就是咱是小汉时，咱就写到我的志愿是啥物。已经达到伊人生上块高峰，也必须要去圆梦。梦想就是伫咱内心的中间一种真深的空白的所在，中空的空心的部分。也是讲呢，这个梦想是咱心灵上界深的渴望，所以呢，咱有一个真强烈的一个欲望，就是要填满这个空心的部分。兄弟姊妹，咱总想要完成，想要做到什么？但是呢，后来其实咱无法度，为什么？咱有这个世界期待世界现实、世界价值观念来影响咱。你袂当去完成你的梦想，你必须要做什么？你无法度去达到你的梦想，你要成就一个画家，真歹势。画家是无趁啥物钱，所以最后去读理工，后摆看会当去台积电上班的袂。你想要读一个音乐的，有可能都这个音乐可能后摆可能较困难。你若是当做一项可能较好。我就明白我的同学，虽然伊的同学伊的先生是一个音乐演奏家、音乐演奏博士，伊的成绩嘛真好，嘛有能力去读医学院。但伊的厝内底人讲，你就去读医学院吼，安尼。但是讲无爱，后来选择去读音乐。因厝内底人都非常非常的生气，安尼。是惊伊的梦想，安尼。即摆咧读新学院。所以有真侪咱的梦想，其实有真侪现实的问题，互咱无法度来完成。Michael Jordan 较特别，因为伊篮球的成就，所以人要帮助伊完成伊的梦想。问题是安尼，咱有咱真深的梦想，
但是有时阵完成咱的梦想了后，才发觉佮毋是咱所爱。所以小保罗伊讲两项，一项你得袂到你所爱，一项就是伤早得到。第三，其实我所加添的就是你得到，才发现你所得到的物件，其实毋是真正你所爱的物件。这嘛是一种诶遗憾啊！我付出真大的代价，付出真大的心血，然后我牺牲真济，真正完成我的梦想，才发觉啊，这个梦想其实毋是我真正所爱。所以传道书的作者，伊安尼用真济方法，要来填满伊心内底迄个空心的所在，追求知识。要追求美食啊，有真济娱乐歌甲舞，然后伊安尼起真好的遮个厝，但是拢无法度填满伊心内底的空心的部分，所以伊讲空虚，这是上界深的空虚。每一项我追求着我所爱的物件，才发觉迄个迄个空虚，佮突然出现。突然间对着我的物件的时阵。突然间，发觉迄个物件，其实毋是真正会当填满我空心的部分。所以，请问咱现在你所想的物件，伫世上你所看的物件，不过是知识啊、美食啊、起厝啊，真侪真悬的遮个生活品质的享受。得到遮个物件了后，亲像即个传道书的作者讲啊，空虚，你得到，但是。这毋是你真正所爱。有一个鲍勃·班德福，伊将人生分做上半段的人生，下半段的人生。那就一场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呢有一个上半场，啊一个下半场。啊，其实呢，这上下半场中间，还有一个时间点叫做什么呢？中场啊。但是中场咱较袂去注重，因为咱观众咧看这球场的时候，拢是感觉哇，这个比赛会得分，啊，然后最紧张，啊，情绪很嗨。然后到中场，通常拢是中场休息，哦，安尼。啊，所以咱就知影讲啊，因咧休困。啊，拍到真忝，休困啊，啉茶时间啊，大家观众这个情绪嘛足够亢，所以咱迄个情绪小可较降温的啊，休困啊，讲话安尼快乐咯，哦，啊无开始两场咧比赛时，哦，这足紧张吼。伊讲人生的上半场，咱拢努力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想要得到一切，所以咱个准备。为着咱的成功，真努力来准备。啊，这个目标就是讲，咱用差不多20-30年的时间来求学、读册，增加追求知识。所以可能到20几岁，你大学毕业，啊，可能佮用2-3年去得你的硕士，然后佮用几年的时间、4-5年的时间来得到你的博士学位，30年。然后，咱就有恋爱婚姻。然后，咱就有工作来满足咱生活家庭中间各种的需要。然后，咱拥有这个儿女，养育这个儿女，所以这是咱的人生顶半场，咱尽力，安尼真努力啊，安尼追求咱的成功，积储咱的财富，追求咱的生活的品质。那伫即阶段中间呢，即个生活就变做真无用，啊，无用做个代志。啊，你讲读册时咱也无用，哦，读册时压力真大，安尼。所以咧，补习啦，吼，安亲班啦，吼，啊，然后才艺班啦，啊，拢是追求这个代志。啊，其实你若读册时，啊，可能即马共款哦。你要考大学真简单，但是咧，你要考好的学校，可能毋是遐尔简单，啊，是嘛真济补习啊。时间拢伫遐，所以呢，困眠上界无够的，差不多拢是学生时代。然后人讲啊，你困会当困6点钟、7点钟，我有迄个代志吼，差不多拢读到半暝，啊，你透早起床，安尼去读册，无用，差不多是咱
填满咱人生顶半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内容。无用，这个感觉其实毋是会当满足人的，但是无用是咱追求顶半场人生成功真必要的一个条件。那无用，嘛是伫无用中间，咱就常常失去这个方向。为什么失去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差不多是人所为你定着。你要读册，老爸老母伫后壁安尼逐日杀。有时你若忝的时阵，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可能互你一个升学的一个压力。你必须要非常无用，然后这场中间要求你做一件代志，完成你的业绩、你的目标。所以伫个区别中间非常无用。所以这个为什么咱现在伫科学园区这个所在，每一个工作人拢有真大一个压力，你的薪水愈高，压力会愈大，甚至有时你宁可离开这个职场薪水真高的所在，你来去做较轻松的公司。无用，互咱失去咱的理想梦想。只有不过伫咱年轻的时阵，倒伫眠床，你可能有时会想到讲啊，遮尔无用，来当休困毋知偌好。敢着安尼一直无用落去，是毋是要做一个调整，换一个头路，换一个工作？但是有真侪时阵，咱必须要一直无用去，因为有真侪期待，有真侪需要，伫咱顶半场的人生中间，一直互咱压力，你必须要一直无用。有一位哈佛毕业的非常有成就的企业家，伊讲：我发现，在彩虹那一端，真水一个坑，伫所追求真大的财富的后面，只是镜花水月般的空虚。伊有真大一个成就，可能达到伊所爱的这个财富，可能有真悬的职业，不过亲像传道书的作者安尼共款，空虚。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人伫到伫落尾的时阵，每一个人所经验的一代志。无论你已经得到你所爱的物件，你发觉我所得到的物件，并无法度填满伫我心中迄种空心的所在。还是你也未有达到你人生的目标，目标搁伫遐，想要用遐个物件来填满，但是也未填满。这个情形就是，不管你有填满，也搁是空虚；还是你也未填满，空虚嘛还搁伫遐。所以还搁有一项，不管有填满无填满，到尾你所发现一项，其实拢是空虚，非常的空虚。差不多当咱开始有这种感受的时阵，这种的心境、这种感受会催逼咱进入到一种的地步阶段。这个地步就是进入到人生的中场的所在。迄阵咱开始要想，我安尼追求人生感得，别人已经追求到伊的成功，但是我咧看伊的成功，并无啥物怎样，所以我敢一定爱追求遐物件。姊妹，有几项有可能你已经达到你成就的时阵，你当像这个企业家同款这物件拢是镜花水月的虚空。原来这物件追求到的物件，并无法度填满伫我空心的部分。这毋是我所爱。你嘛无一定是追求到遮，你才会受到这物件。有可能你观察别人。看人生真侪代志虽然已经达到这个物件，但是发觉伊的人生并无亲像我所期待安尼啊。所以我追求已经追求到的物件，我敢会亲像伊安尼，犹原共款遐尼空虚呢？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伊就讲，伊是真悬的职务。伊讲，伫我朋友界中间，我所认捌的真悬地位的人，因拢必须要食药减轻的压力，暗时食药去消除伊身心的这紧张的情形，
伊暗时啊食药啊，互伊较好困的。因为你的工作多，责任大，你的压力大。到一天讲，我感觉一定爱安尼无用落去，为谁劳碌为谁忙。当咱开始有这种思想的时阵、想法的时阵，你就知影会催逼咱进入到一个中场。中场就是咱开始评估咱的人生，你的目标的一个阶段。伫中场中间有一种心境，这个心境就是开始思想你顶半段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心境常常会互咱来思考一个代志。这个心境互咱有这种态度的转变。所以，你可能想啊，我希望会当较侪时间甲我厝的人相同做伙。过去你无用的时阵，你可能感觉讲啊，我的囡仔成长过程中间，我无陪伴伊。过去的时间，你可能真侪无用，然后搁应酬，然后你甲厝里人做伙时间非常的短。你即马开始羡慕啊，我若像某某人，伊可能无像我咧遐尼成就，趁遐侪钱。啊，不过呢，伊就常常啊，甲厝的人即做伙，啊，常常甲因倒出去外口佚佗，啊，常常甲因做伙食饭。我就无，我若会当过伊安尼，毋知偌好诶。我希望公司开始要求你加班，你若加班的时候，我就会互你搁较侪加班费。可能你会感觉讲，我宁可休困，莫加班。啊，即摆趁钱毋是我做主要，互我多休息、多休假。啊，你感觉即个价值观念无共款？你开始要追求生活的品质，超过你的工作的成就甲收入。然后过去的时阵，伫职场中间，你相对有真大竞争，有只紧张的关系。现在你才感觉讲，我已经有某一种的知识、专业，然后我希望我的专业会当帮助别人，啊呢提拔别人，啊少年人呢啊带因教，啊引带因，安尼，啊互因对我的经验甲专业中间呢，因当学习一寡物件。哦，来当啊提拔因，啊互因对我学一寡物件，这是我即马足大较大的满足，毋是安提防啊别人对着你安尼吼，啊要抢你的地位。不过你若是开始有这种想法时，这嘛是开始进入一个中场，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可能你慢慢嘛是感觉安尼付出一寡物件，互人一寡物件，帮助人一寡代志的时阵，啊，你会感觉较大满足。啊，这种心境通常是你开始准备到中场的一个阶段。这是人生中场的一个心境。所以，开始所想的一项物件，就是讲，过去追求这个成功，安尼转变有一个心境，我感觉有意义较重要，互我较大的一个满足。咱有一种体会，成功、成就，若无法度带来真大一种意义的时阵，迄种成功可能真有限。而且会造成咱心中更较大的一个欠缺、空心。所以当咱人生开始进入到这个中场的时间的时阵，其实这段时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人生最后成败主要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呢，人生若像球场的比赛，有顶半场、下半场，然后还佫有中场。拄则讲到中场，中场休息啊，所有咱的情绪，拢放空落来，啊，然后咱感觉这是休困的时间，可能你摕物件来食，可能你去啉茶，可能你去一个便所，啊，所以这是完全休息的时间。事实上，对着伫球场比赛的人，无论是教练，无论是队员，其实中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时刻。为什么呢？因可能无伫比赛，因可能当测汗，
伊可能只啉一寡水，但是迄个时刻其实伊无休困，因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如果伊伫顶半场是一个得胜顶半场是赢的一个球队，伊必须要输过一项伫中场的时阵，探讨一项代志，咱会当赢策略，可能对方嘛会攻破咱的策略，对付咱的策略，所以咱可能顶半场虽然赢，但是咱可能做一个调整，来调整讲安尼要安怎保持咱的迄个成果，可能做一寡调整，互对方无真了解，调整你的策略。如果你若是伫顶半场是甲落后无赢，你嘛需要伫迄个中场中间做一个反省，做一个思考，为什咱无赢？为什么咱输？所以咱必须要调整一种策略，可能面对对方的一个战术，你需要做一个调整，要安怎应付？安尼的时阵，虽然顶半场咱无达到迄个成果，但是咱会当伫后半场调整策略了，做一个逆转。这是中场的一个效果，而且是中场的中间变换整个因比赛的一个策略，有可能完全改变因的终末的一个成果。所以后半段才是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然后后半段的胜利决定伫中场中间所拟定的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当咱现在可能你若到40-50岁的时阵，咱可能要想到一项，思考你的人生，你开始想到我的人生顶半场前一段，你有达到无？可能你伫个达到，安尼我要安怎调整我后半段的人生？你可能无达到。但是你嘛要可能思考，别人达到的时阵，伊的胜利，互伊带来什么种的效果，付出什么种的代价？这种敢是我所爱的物件？若无的时阵，我可能对着这个思考、参考对方的一些成就中间，嘛来调整我所爱。我去参加同学的迄个同学会，迄时就差不多我毕业，差不多30-40年。差不多，大家每一个人拢进入到人生后半段。伫顶半场的中间，我的同学有的拢非常成功，伊可能出身的家庭就是真好，毕业了后，哇，就家族企业，就经理啦，就企业啦，开始去做。但是到阮伫后毕业30几年了后，看每一个人拢来起起落落。过去这个小开可能伊的家族生理已经做一个改变有一个同学，伊征战整个商场，哇，对台湾去到大陆，去东南亚，结果呢，回来了后，伊的身躯规拢拍歹。所以呢，阮咧做伙食饭的时阵，所讲的物件，拢毋是讲过去的成就，差不多迄个即场的，伫迄个时间咧讲，拢是要安怎保养身躯。所以感觉讲付出遐大个代价，然后安尼征战，安尼人生不过是安尼，现在安尼伤病累累转来。我就想讲，我后半段敢要亲像安尼，追求人生某种成就，失去真侪物件。现在所讲的物件，拢是怎样？不管你是做啥物工作，做啥物种的头路，不管你的成就怎样，伫遐拢是谈笑风生，敢已经毋是咱人生一个重点。我是讲到过来后半段，咱要怎样调整咱家己？无伫迄个比较中间，你较好，我较歹，还是安怎？伫迄个中间有一种的自卑感，一种的挫败感，拢袂感觉，就每一个人行的路，拢是无共款。有一个嘛是非常大一个成就，伫阮的同学中间，伊感觉这是哇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安尼。不过50几岁，伊就过身，所以我去到病院去甲探访。因的太太也是阮的同学，所以去探访时就感觉不胜唏嘘。遮尔大的成就，才是伊真早就离开。这中间会当帮助咱，可能咱来探讨咱的人生到底是要过怎么种的人生。
这是中场的时阵，咱每一个人爱思考的。所以伫中场，你会开始思考你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啥物？过去你真有效率，你将真个代做了真好，得到真大的成功。但是，可能爱想一项，这敢是这一切的成就，敢是真正你想要得到的物件？你可能开始评估这个成就对你一世人的效果，敢会当真正填满你心中空虚的部分？当你开始安尼想的时阵，你可能要思考一项：过来，你要过什么种的人生？圣经内面讲，上帝将永生、永远的一个意识放伫咱的内面，互咱追求永远的事。既然有这种永远的一个意识，表示你必须要将你思考后半段你所追求的物件，甲咱永远的意识做一个结连。若无时阵，到尾啊，伊嘛是搁伫陷入即个真空虚中间。可能到伫落尾，当你总结你算你一生的代志的结局时，你发觉啊，这原来毋是我所爱的物件。啊，到迄个时阵，才是真大的一个遗憾。当咱开始思考咱人生的中场的时阵，咱可来思考，连现在我所拥有的物件，有一个永久性无？现在我已经得到我的金钱、我的知识，但是我的金钱、我的财富、知识所会当得到换取的物件，敢是我所爱的物件？我上帝、我的教会、其他人，我应该负什么种的责任？我要安怎付出我的时间来帮助因、带领因，对我来得到上帝所交付我的物件，互因帮助因，也会当有真大的一个成长。我讲有真运用上帝互我的恩赐来服侍上帝甲众人。今年咱有4位兄弟姊妹去报名但以理学院，有较少年的，大部分拢是开始进入人生中场的时刻。我来当体会。当伊行人生某一个阶段了后，就讲安尼我要怎样？可能我要去受训练，安尼我较侪时间来服侍上帝。我有真侪熟悉。即个同伴朋友，拢是到差50几岁的时候去读新人院。我会当体会，因进入到即个中场的时阵，伊要想到我要怎样过我后半场。有一个大问讲，不错，我这50几岁啊，我去读新人院，安尼袂伤老哟？我讲袂啦。伊安尼想要读新人院，有可能真侪拢是因为，那是因为进入到中场的心境。要互咱后半段重新调整咱人生策略，互咱后半段佫产生佫较大的意义，永远的意义。所以要读新人院。所以通常安尼想，就是讲咱过去人生过去前半段中讲有咱完成的代志。所以你若是用3年的时间去读新人院，要互你后半段可能10几年，虽然只有10几年。但这10几年来，当发挥真大的一个影响，也是做真深的一个服侍，佮较效果服侍的时阵，我相信这达到的人生的目标会比前几年你人生顶半场所完成，佮较有一个满足感。所以有训练，有造就，互咱所有咱完成的代志，佮较好、较大的时阵，较有效果。我想这是真有价值。所以通常我会鼓励。会去读新人院，因为尾后过10几年，希望这是非常有价值意义的一个生活。咱若要有成功的后半场，这个关键，毋是讲咱着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工作，看薪水较悬的呗。换一个工作，希望成就较大的呗。头拄所讲的，你所达到的物件，关键是你要达到什么种的目标。如果进入到后半场，你应该所追求的是意义，毋是世界才会价值。意义乃是在地
伊有甲永远结连三角做伙的时阵，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所定的是这种双赢的策略，啊，毋是得到这个失去的，都是安尼。我若要追求这个，我可能失去这个物件，有得有失。但是上帝互咱的策略是安尼：对上帝国有利益的事，也对上帝的儿女对咱有利益。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你着大声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这是咱追求永远的代志。然后伊就讲，咱所需要一切，上帝拢会当互咱供应，也互咱得到深的满足。求上帝国、上帝旨意的完成，然后上帝赏赐咱所需要的，互咱无欠缺。互人的比得到更较有福气。互人中间毋是失去，乃是得到更较侪。互人也互别人得到利益，然后咱家己也本身得到大的福分。所以，如果咱若感觉讲我过去都有真大一个成就，你无需要放弃啊。但是即摆爱想的物件就是，你伫顶半场所得到比别人所得到这个成就较大的时阵，安尼要怎样将这个物件转变成做有意义的物件？过去你不断追求得到较侪，现在如果你若已经得到，安尼这个物件要怎有产生一个永远的意义？圣经内面讲，可能放手，互人奉献，会当互你得到更较大丰盛的报赏。这是圣经互咱一个原则。保罗有讲，咱拢是伊的杰作，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所做成，互咱准备行好的事。所以兄弟姊妹，咱咧追求咱的代志，咱要完成咱的目标，上帝嘛咧做代志。咱所做的物件，是伫咱生活以外的物件，所以我要拥有真济性命以外的财富，可能咱的物质，可能咱拥有一寡物件，但是上帝所追求、所做的代志，就是咱家己的事。咱这个人，过去啦，咱提升咱这个人的品质，是为着要得到较侪物件。我知识较侪，我能力较悬，我有较侪专业，安尼我会当得到我所爱的目标。但是上帝伫咱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咱这个人本身。伫咱内面有一个空心的部分，这个部分只有上帝会让咱填满，因为这个部分是保留给上帝的。所以，这个关键就是，如果你若是不管你的顶半场成果怎样，后半场会当胜利的重点就是，咱是毋是会当知影找出上帝到底爱咱所完成、爱咱所做代志是啥物？咱拢是上帝的杰作，要互咱行逐项好的事，行伫上帝旨意。所以这是上帝爱咱所做。所以成功是啥物？成功就是完成上帝互咱人生的使命啊！基督徒当咱追求这意义的时阵，上较大的意义，到底上帝伫你身上所要完成是啥物？有一首的诗歌，伊安尼讲：我每一遍追求人生的美好，亲爱的主，求你嘛得爱伫内面。可能咱有较年纪的人，这首的歌，伫我少年时就真爱唱。我每次如梦想人生的善美，亲爱主，求你必须也在内。伫我追求人生美好的这个所有代志的时阵，这个美好的事一定要有主耶稣基督伫内面啦。
如果这所有美好的事，无主耶稣基督的物件，无主耶稣基督内面，佫怎样美好？到尾啊，拢是真做空虚，失去伊的最后的价值，然后变做空白。曼德福伊安尼讲，咱的人生就亲像比赛，上界重要的就是咱比赛的终点要有一个好的结局。顶半场的得胜，毋是一个最后决定。如果顶半场战了真好，但是中场输去，迄就是输。所以有真侪这问题会互咱失去所有。人生行到上尾的时阵，咱必须要将咱人生所得到的物件、赢到的物件，到尾拢必须要放下。就亲像亚历山大共款，得着全世界，两手空空。正如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咱得着全世界，失去咱的性命，有啥物种利益呢？亲像亚历山大共款，征服全世界，到尾啊，伊嘛是两手空空。互咱看见，这是伊的结局。所以现在，不管你点半场的人生怎样，已经有真大的成就，希望你会当保持。若是保持，而且互即种的成就会当变化较大的一个意义。当你得到即种成就的真正永远的意义的时阵，即种成就才会当完全保持伊真好、较大的一个成果。所以咱毋免陶醉伫过去咱的成就来满足，因为咱还有也未行的路。咱若免因为顶半场你战输，无达到你的目标。你会感觉真郁卒。我想要达到迄个目标。如果迄个目标若无永远的意义的时阵，到尾啊赢着了，嘛是共款的非常的空虚。无论是什么种阶段，无论什么种年龄，拢袂伤慢，因为这是咱的中场的时间。毋免感觉满足，也免感觉遗憾，重要就是伫现在进入到中场的心境。重新来评估你的过去，重新来找出你的未来，重新来出发。安尼，重点是最后咱会当得到上帝赐予咱的成功，甲永远结连，互咱人生有得到上大的意义。伫这意义中间来完成。这是咱上界大的一个成功。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基督，你就是阮的意义。主啊，你就是阮上界深的满足。主伫阮心内底上界深一个空心，这是为着你。主只有伫你的内面，阮才会当得到上深、上真实的安息。主啊，只有伫你内面，阮才会当得到上真实的满足。上帝啊，帮助阮，互阮无论是过去怎样的成就，无论是过去怎样失败，主，阮还有未来，恳求你引带、陪伴、帮赞，互阮完成最后你。互阮的使命，主啊，阮属于你，阮人生属于你，因为这是你为阮所定定的。但愿阮每一个人伫中场思考的时阵，安尼阮会当明白，你伫阮人生所定定的，也当明白阮后半场所要完成是啥物，重新调整阮的路，甲你相同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这是咱来应答上帝话，咱来念回应诗，圣诗570首，圣诗570首。主上帝，我坚固石盘，请起立。请坐。咱来奉献，请属灵的兄弟姊妹，请准备。大家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感谢你赐予阮逐项恩典甲恩赐，予阮得到智慧甲财富。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愿你接纳。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
即时咱来请牧师甲咱主持今仔日的阮的庆祝重阳节吼，教会要发礼券礼金，互65岁以上的兄姐吼。咱们现在发咱的敬乐的礼金哦，请咱技术吼，技术来到头前吼，技术来发啦吼，来表达我们对年长的兄弟姊妹一个敬意哦吼。65岁就是1957啊，你若1957以前出生的吼，46年厝的，46年厝的吼。来，请咱起立哦吼，技术送互这个敬乐礼金，这个礼券吼。站起来哦吼，请65岁站起来吼，安尼较袂落高气颠大吼。虽然是一个少少的礼券但是来表达咱对年长兄弟姊妹的一个敬意。还有楼顶哦，还有开楼顶。楼顶还有人起哩哦，楼顶。岛屿吼伫顶悬的所在。请65岁兄弟姊妹来起立哦。牧师甲师会拢是哦。要紧吼，咱当然是爱准备较侪啦吼。这摕去后壁。来，搁一遍来祈祷。主，你讲白头毛是年长的人的冠冕，主，阮会当得是这冠冕，你保守到阮到现今，所以这是你互阮一个尊荣的一个时刻。主，也是你互阮一个会当得到尊荣的年岁。感谢你，互阮真做你的囝儿百姓。主，阮是有愿望的，因为阮有主耶稣基督陪伴过去，到伫现今未来。你也是阮的灵魂的牧者，引带阮人生的路站。主，为着阮所有长辈来祝福，恳求上帝，你互因会当得到尊荣。无论伫教会中间，无论伫伊的家庭中间，互因拢会当得到真大的一个敬意甲尊荣。互因一个健康的身躯，有一个真快乐的年长的生活。安尼，因人生因为主耶稣基督会当得到真大的一个满足。因人生会当因为上帝你保守、引带、看顾、同在、牧养，互因人生会当有满足甲意义。感谢你，因上界大满足就是你，因上界大成就意义，就是因为因拥有主耶稣基督。你也拥有因，感谢主耶稣基督，阮献上阮的感恩。阮伫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人生阶段内面，你拢是阮的主。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上年团契吼，也要敬上90岁以上的长者吼。一支拐杖吼，这支拐杖是上帝所赐的，有上帝内底的看守，有安慰甲扶持吼。有3位啦吼，卢牧师吼，93岁吼，上年长的吼。过来就是王化善长老吼，交阮的谢先志长老吼。今仔日2位无来吼，我伫个团契中甲过来补偿吼。请罗牧师吼接受啦吼，我第一甲阮的吼，伊到即马佫参加上年团契吼，实在讲起来，即马上年团契吼，阮的大部的吼剩7位啦，剩下7位啦，全会员是44位啦，结果剩的都是那个姐妹所以我们教会的男人呐在哪里那个。你刚刚有领到红包的就要准备要出来了对，好，献去直播咱来看
小会伫9月25有决议的事项吼，咱有小会要推荐吼，阮的林金熙、郭彦平、陈兆南吼3位伫阮的要参加长老的候选吼，剩的是即属的候选有陈怡林、王耀正、阮淑清、林恩植、许可信、陈怡丽、陶思源、曾毅、肖梦怡、肖瑞恩，这些是执事的候选名单。长老的候选名单伫后礼拜会公布吼。第2点，主心之家伫12月18下晡要召教会举办2022年岁末的感恩音乐会，教会有参加合办吼。第3，本会加入领袖教往会的伙伴教会，提供教会全体同工甲会友成长的课程吼。第4，本会今年有4位会友报名参加但以理学院吼，教会补助一半学费，请学员主动提出申请。第5，本会7楼的影响专案奉献目标是18万，财务组总结奉献的收入是182065块，支出是182065块，所以这个案到即马结案吼，所以这个科目到尾即马就无咯吼，为今仔开始就无咯啦吼，所以多谢兄姐的关心吼，兄姐的奉献。第3点，第4季的10月到12月咱主日的事工的论绩表吼，已经印好了吼，刻伫教会1楼的桌顶吼，请大家来睇。第4，咱第2期的幸福小组，伫10月16开始，为期是8礼拜吼，实体的阮的幸福小组吼，即马开始已经进入五比州吼，拢总有分做3组吼，参加本体处的福音的行动请兄姐为着即个事工来代祷。教界消息，咱新竹中会头份教会10月初9下晡3点举行邱世龙牧师的就任头份教会第6任的牧师吼，伫遮甲伊恭喜。第2，咱新竹中会总务部伫10月12拜3吼，要举行教会部册检查吼，地点是伫中立教会吼，请准备啦吼，若是伫迄天吼，伫中立教会被调开咱新竹中会第83届第1次的议会，中会的议会吼。第3，新竹中会乡联部伫10月20拜4吼，要举行重阳敬老感恩礼拜吼，要表扬90岁高龄长者，还有结婚60周年夫妻同在的夫妇吼。地点是伫新竹市伊威利会馆吼，伊个是婚纱会馆吼，婚纱结婚会场吼。好，过来，咱来一寡代祷的事项吼。第1，咱来为着咱的线上祷告吼，事工吼，请大家来关心，来加入这个祷告网吼，还有这事工吼，大家来祈祷。第2，教会第2期的幸福小组福音的行动吼，已经开始了吼，请为着这兄弟来代祷吼，大家来参加。第3，为着这世界局势吼，烧钱吼，大家拢个心惊惊无平安吼，为这个事项吼，大家来关心吼，来代祷。奉献的收入，请大家家己看吼。伫咱迄个推荐的技术好上面啊，多吼，嘛是共款啦吼，就是讲咱有那要
征求大家个人的意见这较定。这个名单就是咱伫顶礼拜这个执事所选出来按照因的得票的这个情形来列出所以这拢是过去伫咱教会中间服侍真受肯定第五项，这个影响部分方面已经感谢上帝，已经安尼有超过。若是有继续要为着这个奉献咱就会转入到这个建筑基金内面咱要补助这个读但以理学院这个学费这个学费一年较7000块非常的俗就是要鼓励人去读啦所以如果有来申请。然后去读的人会当来申请啦所以一年咱较补助伊3500所以伊若训练了后伫咱教会有真侪只会当服侍的方面会当帮助咱的教会所以咱鼓励咱兄弟姊妹会去读配语小配语嘛是已经读了安尼差不多5位还佫有几位呢目前咧申请也是要去考这个新人院所以这真鼓励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拢是参与服侍。好，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401首，401首祝福诗歌，请起立。吟诗煞，请牧师甲咱祝祷。咱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叹，圣神所赏赐的平安、喜乐、丰盛，甲咱众人三个伫咧，对咱到永世代无尽。阿门。